今日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，厚德載物，助你輕鬆掌握財經動態。今日天氣報告：香港今日天氣多雲，間中有驟雨，氣溫26至30度，濕度70%至95%。建議帶傘，注意防曬同補充水分。財經頻道：北京時間周五凌晨最新消息，北美當地時間周三早上7點正左右。美國聯邦法院裁決叫停特朗普大部分關稅，但到周四凌晨3點正左右，美國上訴法院已恢復關稅。特朗普政府請求上訴法院暫停關稅裁決，美國政府表示請求最高法院維持關稅不變。不到20小時，美國上訴法院允許特朗普關稅暫時繼續生效。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喺一份簡短裁決中話，國際貿易法院喺呢啲案件中做出的判決同永久禁令將被暫時終止，直至另行通知。呢個決定將下級法院嘅裁決至少推遲到6月9日，直至另行通知。亞太時間周四5月29日，全球迎來關稅利好，內地股、港股雙雙大漲。美國聯邦貿易法院裁定，特朗普無權對幾乎所有國家實施全面關稅，並宣布嗰啲已引發全球貿易戰、威脅顛覆世界經濟嘅關稅無效。對中國而言，最好嘅情況係今年加徵嘅20%加對等關稅全部取消，當然機率唔大。基於而家保留30%關稅嘅情況，中國出口、名義 GDP 同比型可能分別受到%。中國1至4月規模以上輕工企業實現營業收入7.35萬億元，同比增長4.9%，實現利潤4190.6億元，同比增長3.8%。喺中國一系列擴內需、促消費政策支持下，輕工業經濟運行延續穩中有進態勢，消費品以舊換新、拆家力擴為效果顯著，有效促進輕工相關產業規模擴大，帶動輕工業經濟增長。周四5月29日，內地股三大指數盤中強勢上揚，收盤上證指數報3363.45點，升0.7%。滬深兩市成交總額1.18萬億元，共4468檔股票上漲。短期睇，海外市場波動一定程度上影響內地股上行動能。喺成交量未有效放大之前，指數震盪。周四5月29日，港股三大指數全日強勢，收盤恒生指數報23,573.38點，升1.35%。周四5月29日，美股三大指數集體收漲，道指報42,215點，升0.28%，納指升0.39%，標普500升0.04%，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升1.44%。美國至5月24日當周初請失業金人數24萬人，高於預期23萬人，高於前值由22.7萬人修正為22.6萬人。美國第一季度些物價指數年化季率為3.6%，前值3.6%。美國第一季度核心些物價指數年化季率為3.4%。預期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 環比按年率計算萎縮0.2%，較此前初次估值上調0.1個百分點。相比2024年第四季度2.4%嘅 GDP 增速，呢次數據變化凸顯美國政府關稅政策引發嘅不確定性持續上升，導致企業同消費者信心下滑。據資交所美聯儲觀察工具，美聯儲6月維持利率不變嘅機率為96.2%，減息25個點子嘅機率為3.8%。美聯儲7月維持利率不變嘅機率為75.3%。瑞銀表示，隨住貿易同財政政策相關新聞唔斷出現，市場將繼續進一步波動。預期美股喺未來12個月會上漲，但近期內嘅漲幅可能較為有限。今早收市點，上海證券指數收3363點，昨日升23點；香港恒生指數收23,573點，昨日升315點；美國道瓊斯收42,215點，昨日升117點。美元對人民幣在岸價7.1865，港元對日元現價係0.0530。紐約黃金報3338.24美元一盎司，紐約原油報60.87美元一桶。
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4.417。今日生活逆數，5月30號，乙巳年5月初4日，諸日沖蛇，歲破日，月破日，諸事不宜，大事謹用，生肖虎。今日狀態優異，鼠、牛、羊、雞、豬。今日狀態優良，提醒兔、龍、蛇、馬、猴、狗。今日事事小心，當日配色：黑色較旺，綠色較順，黃色適合談判，紅色較順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聽日再見。